观众朋友们您好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尹派可以说是芳华越剧团的主要小生流派，尹派传人更是层出不穷。忙想起母亲临望叮咛，女子万须要三思忖，姑母思早，我自小，夜莺不能太生息，想起那人投亲离家门，留下了三困拐杂别娘亲，也对儿孙望所迷，我要算一算嘞，称一称。母亲她一天去了二嘎半，4天之内去生，多长一天见无量，他只能48天能闻名，多少日上水空空回家去，岂必是要我问我是老娘亲，更何况我只有泪的盘算的无语为家的路兵，常言道鱼儿无水难闻名，我生母名字称不难言，那奈我从今难与他。离别真非要分三姑母啊，晓得是千里投亲到襄阳城，登上头楼老娘亲，家中柴米酱用尽，失去你姑母能照应，你不宽今年宽发面，外望年风更莲子吞送情。
才在《珍珠塔》当中扮演方心的，就是芳华越剧团的尹派青年演员邢丽华。你好，邢丽华。你好，我知道你是出生在浙江嵊州，是越剧的发源地。那你从小就可以说听着越剧长大的？因为我父亲算是越剧的民间艺人嘛，他在年轻的时候在职业剧团里面是拉主胡的，所以从我会说话、会唱儿歌开始，我就会唱越剧。哦，那你肯定是受了父亲的影响，开始喜欢上越剧的。是，肯定是。当时在学校学的是什么行当啊？学的是老生，可能招生的那些前辈们觉得我身材比较高，眼睛比较大，觉得演老生蛮适合的，所以我是以老生的学院招进去的。那什么时候又改了小生行当了？小生小的时候，因为我各种流派都会唱，然后在学校的时候，浙江每年有那个戏曲汇演啊，我们经常有免费观看各种演出的机会。观摩。对，那时候看的最多的是毛卫涛老师的《西厢记》，那时候把我们看的真的是如痴如醉。那时候我觉得尹派真的很好听，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应该对他的关注比较多一点。2005年开始，慢慢接触，开始专业小生。那时候各种流派都唱，徐派、范派、尹派。因为说实在的，我的嗓音条件不是特别高，我是中低音比较好，然后慢慢的折子戏排一点啦，尹派的慢慢开始接触正式的尹派。现在觉得在舞台上来演唱尹派的小生，觉得特别过瘾吧？是梦寐以求的，圆了小时候的一个梦了。对。倾城女子少年郎，今日你但开谢烈，长饮下药难阻挡。倘若自亲长男女，多等王家奴，农家后人共道量。欲多少大发父母一门旁。欲多少骨肉离散谁断破了妾家共一家，那外与国台年丰命怀康。
要光远曾到。戏迷朋友们都知道，《盘妻索妻》是尹派非常经典的剧目。剧中有一折戏《弃官》，是邢丽华和老生演员徐建立共同为我们带来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把徐建立请到了我们的现场。我知道你是芳华越剧团的副团长是吧？对，平常还有行政职务。对。那我们看到刚才的这段弃官，你不应该是老生吧？我本来是我的行当是唱老生的，那么在这个戏里面呢，我是等于说反唱那个大花脸。哦。因为这出戏是我们团里面的优秀的保留剧目。那这里面的那个大花脸演员呢，也是我们前一辈的老师，就跟尹桂芳老师老先生一起搭戏的。那么现在也是越剧界唯一健在的这么一个大花脸老师。他是手把手教我的。到团以后跟他学的。第一出大戏我就是学这个大花脸，没有第一出大戏。对，还没有学那个老生戏。大戏就是这出大花脸的弃官这一折。那您到团里已经有10几年了吧？有27年了。27年了，老革命了。到福州已经27年了。那邢丽华，你作为年轻人到了团里以后，就有这么多的老前辈，是不是觉得该学的东西特别多？是，特别是有时候屏幕上看见自己演出，跟他们相对比较，自己实在是太弱了。声训上面、唱腔上面都不像他们那么规范。他们可能老一辈的传下来，字正腔圆、唱腔这方面，手啊、一招一式啊，特别的有规格。我们真的不行。因为盘妻索妻，因为我们的条件应该比他们好，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老先生也在，那些老的老师都在，那么可以手把手的教我们。那他们呢又有一点间接了，从我们身上再去学，可能会有些走样，但是他们也非常努力，在这几年下来已经是进步很大了。放在琼林宴上，有乐亲王爷见我儿赛貌上显十分喜悦，愿将他托生子女平阳君子，召我儿为琼马，这岂不是天大的喜事吗？哎呀，弟弟，你可曾答应了？天子为媒，高攀王亲，为汝自然是答应了啊！哎呀，弟弟，你难道忘了儿在家已经娶过妻了？怎会忘了？既无遗忘，难道弟弟不知糟糠之妻不下堂，停妻再娶才难当？刘家汉兵蒙听地，将他休去，有何妨？我儿遭了穷马郎，随棍冷锤，死遭殃。天道公理，不能去同权，他便是平常。此事孩儿万万不能从命。好。嘿，我儿，你好糊涂！去神岳亲王爷乃是圣上的亲王说，我儿遭了舅妈，就是当今的女美成了，进入两家就有泰山之考，你我父子同葬糟糠，后座不能随心所欲，永保富贵。
心包可做忠良，难得真何用泰山靠，大不该长死大道岗。须知道其心之志难欺天，千不要做劫是佛是道。你今朝为头做劫业，休得他年后悔堂。奴才曾言太仓皇，你尽管枭雄威武满堂，我一定难更改。定要你王子到封堂，弟弟。生活于此难免想，我就不去下中去澡堂。王英那是不知事，孩儿已经有期望。刘家门户不相配，夫妻恩爱与同房。小畜生，你不容父命，他不这不孝的财命，我愿担当。呸！王家亲子岂能儿戏？我皇天子为媒，为父已经答应，你抗旨为父哪完了得？明天将你送到王府去，也要你去；不去，也要你去。弟弟，哼！你这该死的小奴才！老夫凶狠似虎狼，眼睁睁插山逼鸟，不去采香迎风环，看去空腹把水好。华美之气引并肩，恰不须相对红到老。这次当何故扫公堂？会不该上京来过呀考，做什么状元做什么官，今面顾家把妻子都不能保。娘子啊，你望我早日永归早团聚，才知道小将大哭去京早，一则王公生子害，我总算有难逃。今宵一顾到明早，恰将何计特龙脑，这叫我自谋自好啊！
梁父，此信不用去送了，相公与你一同回去。那好啊，索取1毛来。是。写什么牛在为阳，错在龙。虽然尹派是芳华乐剧团的主要流派，但是芳华人始终坚信，只有全面发展，让剧团变得有声有色，才能为观众朋友们带来更多更精彩的好戏。好了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，朋友们，咱们明天再见。